刚逆懂离，
礼拜，回家书平关，念着心未不见，文献必成一路，念着心我，即分见性，依法修行，念自个不见人心，将来父母见义不见，我见自己气大体美，气大体美，念着不见，并不在我们，而不自己不见，乃问我见义不见。心会在内必明白，金车作天，福行是不敌所有，因此诸各相关，无有一分，无条无悔，无定无义，无悔无因，诸人分析过，心会出发，是诸佛之本源，心会为性，出发，你表面的无名无义，你便完作本源的性。你向是有把握界定，也必成得理解中道。总结后，推入经络，大同都体得教，故体中理，成形有势，是为可得出。而这段呢，就是新会呢，来自宣示了南祖的这个。当然呢，若要甲讲是因为大三岁囡仔，伊的感受甲伊的智慧，用来讲一般受者有法度容易比拟。所以当然呢，伫伊的学习当中，如果是修持方面，我有慢慢介绍。如果呢，那除了智慧，用来讲是经济上的作业，或者是道理上。考验，若要甲讲呢，修持若愈好，咱过去自然才会咱开始爱愈理性，爱愈法。但是人免呢，才华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人免伊的个性本性当中，拢有点仔误区。所以若要甲讲呢，认为着当今某一种这个气质。但是呢，经过咱法度的开始了后呢，人讲如黑黑啊，较是去了解着了修行学者，要真正如何通提升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一段呢，新会呢，从玉环来到了十座的所在，来参与了十座呢，嘛真正客气，嘛真正有气，来讲着了新会来讲来底啦。当然呢，比较讲到新会个大点个主动，咱即摆咧生活大家先大点精嘛。所以本来其实你对遐样个所在来，一定是辛苦。因为有诶，咱会当去了解体会着过去真正这样过去个人开始。过去时阵学者者，确实真正咧千里方明书。万一要去考察，真正爱不是着了千里之遥，真正不是可靠。为着啥？若要甲讲嘛是为着生死必然因为了生死解脱，所以真正有咱去了讲，今仔日咱会当受了生死事件，真正呢因着感谢。我咱这里咱结婚，这里天气现在进入了天色温地，所以真正好好爱去发。然后呢，咱亲像过去是个者，所以讲真正来讲民主有考法，真正若要甲讲，以咱这个人的生活方式、环境的环境甲环境，用来讲千万分单纯比较。所以，咱真正先将是了前因所见，咱才见能过分。那伊个段呢，当然呢，六祖用着了新会来伫咧开启着了对新会表示关怀的这个缘故呢，就来讲，人讲广大分清，怎样？因为这个师父要爱惜这个路，过去
所在。